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約書亞記第1章第1節至18節，主題係約書亞謹守訓誨書，預備進入迦南地。作者喺約書亞記第1章提及摩西逝世之後，上主揀選咗摩西嘅助手約書亞接手做以色列嘅領袖，吩咐約書亞帶領百姓過約旦河，進入神應許俾佢哋嘅地方。上主應許會同約書亞一齊，好似以前同摩西一樣，保證約書亞無論去到邊度都會得勝。上主唔會離開佢，亦唔會離棄佢。上主吩咐約書亞要勇敢堅定，照住律法書入面寫嘅話去做，唔好偏左偏右，仲要日夜思想神嘅話，咁樣做事先會順利，凡事都亨通。最後，約書亞吩咐百姓要準備好食物，因為3日之內就要過約旦河去得地。約書亞又提醒流本、迦得同瑪拿西半個支派要信守承諾，眾人都回應話願意聽從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約書亞記第1章記載，上主多次提醒約書亞要勇敢堅定，唔好驚，唔好怕，因為上主一定會同佢一齊。咁你而家面對緊嘅挑戰，係咪正正需要你重新去信靠神嘅同在同應許呢？